各位街坊，大家好，又係我偉哥。今晚夜色咁靚，大家食飽飯冇嘢做，我哋又坐埋一齊吹客水。講起賭博同埋贏大錢，大家一定諗起跑馬地馬場 VIP 包廂裡面睇透人性嘅富豪豪賭。嗰啲大老闆擔住支雪茄，望住下面啲馬仔搏命跑，身邊啲人落住幾十萬上落，連眼都唔眨一下。喺佢哋眼中，世界上所有嘢都係有規律㗎。所謂嘅運氣，只不過係窮人揾嚟呃自己嘅藉口，一切都係精密嘅計算。但係偉哥今日要同你哋講嘅呢單嘢，絕對比跑馬地嗰啲富豪賭局更加黐線，更加瘋狂，直頭係以凡人之軀單挑成個財閥資本。大家諗深一層，平時我哋睇電視台嗰啲派錢遊戲節目，主持人都會着到西裝骨骨，笑騎騎咁同你講，只要有運氣就可以將大獎贏返屋企。我哋坐喺電視機前面睇到啲參賽者贏錢，都會氹佢哋開心，甚至會發白日夢諗，如果換轉係我企喺嗰度，肯定可以贏得仲多。但係事實真係咁簡單？大佬啊，電視台啲高層全部都係精算師出身，佢哋計過度過，寫晒劇本，部機嘅賠率 set 到死一死，根本就唔會預你有機會可以清空佢哋個夾萬。你想喺電視台度贏大錢，直頭係難過登天。但係偏偏喺80年代嘅美國，就有一個完全唔起眼嘅阿叔，一個揸雪糕車為生嘅窮鬼，竟然行入去電視台，用咗一對肉眼，硬生生將一個號稱全美國最公平、最依賴運氣嘅遊戲節目，玩到變咗佢自己嘅私人提款機。佢唔單止贏到電視台爭啲要破產，仲嚇到班高層面清純白，直頭要報警拉人。你以為呢個只係一個好運氣嘅故事？錯啦，大佬，更黐線嘅事仲喺後頭。話說喺1984年，美國 CBS 電視台有一個紅到發紫嘅遊戲節目，叫做 Press Your Luck，直譯過嚟即係搏一搏你嘅運氣。呢個節目嘅玩法好簡單，但係極度刺激，簡直就係將澳門賭場嗰套老虎機搬咗上電視熒幕，用嚟挑逗全美國觀眾嘅貪婪神經。節目分兩部分，首先參賽者要答問題，答中就有分數。呢啲分數就係用嚟換取轉動一個巨大電子輪盤嘅機會。呢個電子輪盤上面總共有18個方格，啲燈光會好似跑馬仔咁瘋狂閃動。參賽者只要大大力撳低台面個紅色掣，跑燈停喺邊一格，你就可以拎走嗰一格顯示嘅獎金或者獎品。有現金，有外國豪華旅行套票，有帆船，甚至有齊全套頂級家電。最正嘅係乜嘢呢？如果你停喺獎金加一次額外機會嗰格，你唔單止有真金白銀落袋，仲可以繼續保留玩落去嘅權利。理論上係可以無限期咁贏落去，直至將間電視台榨乾為止。聽落係咪好筍呢？覺得電視台開善堂啊？但係電視台邊有咁死蠢？18個方格入邊隱藏住幾格極度惡毒嘅陷阱。節目組叫佢做 Whammy。畫面會彈出一隻着住斗篷嘅紅色小惡魔。如果你運氣唔好，跑燈停咗喺小惡魔嗰格，恭喜你，小惡魔會發出恥笑聲，然後將你之前贏翻嚟嘅所有錢同獎品1秒鐘之內全部清零。即係話你上一秒仲係手揸幾萬蚊嘅百萬富翁，下一秒就變翻個一無所有嘅窮光蛋。中惡魔嘅機率大約係1/6，即係同玩俄羅斯輪盤差唔多。玩多幾次實死無疑，所以一般人連續撳5次都冇事，去到第6次就會乖乖咁選擇放棄，將機會讓俾對手，費事因小失大。呢個係人性嘅弱點，亦都係電視台穩賺唔賠嘅底氣。你以為電視台呢個設計天衣無縫，冇人可以打破宿命？錯啦，大佬！一個叫做邁克爾 Michael Larson 嘅男人，正正就係為咗打破呢個宿命而生。跟住落嚟，佢嘅操作真係老千戲都唔敢咁拍。邁克爾當年35歲，住喺俄亥俄州，平時嘅正職就係喺夏天揸住架雪糕車四圍賣雪糕，成日身水身汗，揾埋都唔夠交租食飯。佢人生最大嘅愛好就係坐喺屋企張爛梳化度，死盯住部電視機睇遊戲節目，為人窮到窿，但係偏偏骨子裡面流住賭徒嘅血，成日發夢可以一夜暴富。為咗參加呢個 Press Your Luck，邁克爾可以話係去到盡，佢使晒自己戶口入邊最後1毫子積蓄，
仲周圍同啲親戚朋友借錢，夾埋買咗張最平嘅機票，橫跨3000公里飛去洛杉磯面試。佢窮到連件似樣嘅衫都冇，去二手市場用咗6個幾美金，買咗一套又殘又舊，甚至有啲唔啱身嘅西裝去見人，成個 look 似執荒多過似上電視。當佢去到電視台面試嗰陣，負責見佢嗰個職員第一眼望到呢個男人就覺得成身唔聚財。邁克爾對眼定神神咁望住人，嘴角帶住一絲怪異嘅笑容，講嘢又九唔搭八，成個氣場就係散發住一種極度危險、深不可測嘅感覺。個面試官直覺話俾自己聽，呢條友絕對唔係乜嘢善男信女，甚至覺得佢精神有問題。於是喺評估表度寫低，極力反對佢上節目，想直接踢佢走。但係命運呢家嘢真係好玄妙。電視台個執行製作人行過，睇到邁克爾份履歷同埋佢嗰副寒酸相，反而覺得呢個揸雪糕車嘅窮鬼好有話題性。資本家嘅邏輯係咩？觀眾最中意睇呢啲底層小人物發奮圖強，最後慘敗收場嘅戲碼，有收視率就有廣告費。於是製作人大手一揮，推翻咗面試官嘅決定，批准咗邁克爾參賽。呢個製作人絕對估唔到佢今日貪圖收視率嘅一個決定，竟然成為咗佢職業生涯入邊最大嘅污點，亦都係電視台噩夢嘅開始。你以為邁克爾上到台只會出洋相做小丑？錯啦，大佬！佢一上台就即刻俾全美國觀眾一個下馬威，嚇到所有人一額汗。各位街坊，聽到呢度，如果覺得偉哥猛料夠足，唔該順手撳個熱推。偉哥為咗挖呢單嘢出嚟，連茶錢都貼埋。大家俾個熱推，當請偉哥飲杯凍檸茶啦。推一推偉哥，先至有動力繼續揾猛料。下面高潮馬上到。1984年6月，邁克爾正式企上咗節目嘅錄影廠，錄影機着紅燈，主持人彼得 Peter Tomarken 例牌走埋去同佢吹兩句水，問佢做邊行。邁克爾笑到好似個慳膠仔咁，摸住個頭話：我喺夏天揸雪糕車嘅，希望可以喺度贏少少錢，等我夏天唔使咁辛苦再去開車啦。全場觀眾聽到都哈哈大笑，覺得呢個大叔真係老實可愛，完全冇任何殺傷力。節目正式開始，前半場係熱身賽，獎金金額比較細，主要係俾參賽者試客手氣。邁克爾第一次撳掣跑燈喺18個格仔度狂閃，全場觀眾平息靜氣。停！邁克爾一嘢撳落去，畫面一閃，全場嘩然，竟然一開波就踩中咗嗰隻紅色小惡魔 Whammy。雖然佢當時1蚊都未贏到，冇嘢可以俾電視台沒收，但係一出場就終須神，大家都覺得呢個雪糕佬真係黑過墨斗，注定係嚟做炮灰嘅，連主持人都忍唔住陰陰嘴笑。我見到網上好多網民都話，邁克爾第一鋪中惡魔純粹係因為佢臨場太緊張，未熟習步機。但係偉哥同你講，用所謂完美犯罪中百密一疏嘅致命破綻嚟分析，呢個根本就係佢刻意營造出嚟嘅心理戰假象。佢要令所有高層、對手同埋觀眾都對佢徹底放低戒心，覺得佢只係一個盲拳打死老師傅嘅懵佬。真正嘅獵人往往係以獵物嘅姿態出現。到咗下半場，真正嘅戲肉終於嚟啦！邁克爾喺答問題環節突然發圍，表現得超乎常人咁精準，一口氣攞到7次轉輪盤嘅機會。輪到佢出場嗰陣，主持人叫佢準備，全場觀眾都幫佢打氣。邁克爾深呼吸一啖氣，雙眼死死咁盯住前面個大熒幕，身子微微向前傾，就好似一隻準備撲食嘅野獸。停啊！邁克爾大叫一聲，大力撳低個掣，跑燈瞬間停低，熒幕顯示4000蚊美金加1次額外機會，觀眾歡呼。停！第二鋪1000蚊美金加1次額外機會。停！第三鋪又係獎金加額外機會。停！第四鋪又中。邁克爾好似上咗身咁，每一次撳掣都精準無比，全部都係最高獎金，加上可以繼續玩落去嘅額外機會。佢連續撳咗5次，次次中大獎，累積獎金已經超過18000美金。按照正常人嘅心態，中惡魔嘅機會率係1/6，連贏5次已經係運氣嘅極限。聰明嘅參賽者一定會喺呢個時候舉手投降，選擇 pass， 將剩低嘅危險機會交俾下一個對手，將2萬美金穩穩陣陣袋落袋。
但係你以為邁克爾會見好就收，錯啦大佬！真正令人毛骨悚然嘅瘋狂屠殺，而家先啱啱拉開序幕。主持人見到邁克爾連中5蚊，已經覺得好驚訝，好心提醒佢：你仲有機會，你要唔要 pass 俾對手？邁克爾搖搖頭，嘴角揚起一絲冷笑，吐出2個字：繼續。第6次，停。$500加額外機會成功避過惡魔。第7次，停。$700加額外機會。第8次、第9次、第10次，邁克爾好似一部毫無感情嘅殺戮機械人一樣，每一次大叫停嘅時間間隔都出奇地一致。佢對眼根本冇眨過，死盯住嗰個閃爍嘅輪盤。主持人彼得由一開始嘅興奮大叫，慢慢變到面部肌肉僵硬，眼神充滿恐懼。其他2個女參賽者企喺隔離，眼都突埋，由拍手歡呼變到雙手掩面，完全唔敢相信自己見到嘅畫面。第15次，邁克爾嘅累積獎金已經衝破$36,000，直接打破咗呢個節目開播以嚟嘅歷史最高獎金紀錄。全場觀眾陷入瘋狂，大家企晒起身拍手尖叫，以為見證緊奇蹟。但係邁克爾嘅表情依然係咁冰冷，佢仲係唔肯收手。第20次、第30次、第40次，錄影廠入邊嘅氣氛已經由熱烈變成詭異，再變成令人窒息嘅死寂。主持人彼得個額頭狂流冷汗，講嘢都開始口窒窒，甚至乎要喺鏡頭面前扮崩潰，苦苦哀求邁克爾：大佬啊，你已經贏咗好多啦，你真係唔驚一鋪清袋咩？收手啦！但係邁克爾依然係嗰句冷冰冰嘅說話：我繼續撳。同一時間喺錄影廠後台嘅控制室入面，簡直就係經歷緊一場10級大地震。班高層同埋技術人員全部圍住個黑白監視器熒幕，個個面如死灰。執行製作人拍晒台大鬧，指住個 mon 怒吼：黐線㗎！部機係咪壞咗？係咪有人喺後台做手腳？技術人員瘋狂敲打鍵盤檢查系統代碼，滿頭大汗咁回報：老闆，系統一切正常，完全冇死機，隨機程式亦都冇被人入侵。控制室入邊死寂一片，靜到連支針跌落地下都聽到。佢哋知道，如果邁克爾繼續咁樣無限 loop 贏落去，電視台真係會被佢贏到破產。佢哋冇權中途無啦啦叫停比賽，因為現場有幾百個觀眾睇住，只能夠眼白白咁睇住邁克爾一刀一刀咁放電視台嘅血。嗰種絕望嘅無力感，就好似俾人綁喺路軌上面，望住架火車慢慢開埋嚟，但係你走唔甩。你以為邁克爾真係神仙保佑，運氣爆棚？錯啦，大佬！當錄影完結，電視台查出真相嗰一刻，你就會知道咩嘢叫做極致嘅執念同恐怖。最終，邁克爾喺瘋狂連續贏咗45次之後，累積獎金已經高達$11237。喺80年代，$100,000等於而家嘅將近$300,000，係一筆足以改變命運嘅天文數字。邁克爾覺得自己已經去到極限，大腦因為極度集中已經開始疲勞，於是終於大叫一聲：我將剩低嘅機會 pass 俾下一個。全場觀眾鬆一口氣，主持人直頭癱軟喺張台度。另外2個參賽者接手佢剩低嘅機會，結果冇幾耐就踩中惡魔清零。邁克爾成為咗唯一嘅終極大贏家。節目錄完之後，電視台高層即刻封鎖現場，將邁克爾玩遊戲嘅片段攞返去重案組咁樣逐格慢鏡重播研究。終於，佢哋發現咗一個令人頭皮發麻嘅真相。原來邁克爾根本唔係靠運氣，佢係一個極度偏執嘅白嫖天才。喺上節目之前嗰幾個月，邁克爾喺屋企用錄影機將每一集 Press Your Luck 都錄低晒。佢搬咗幾部大電視返屋企客廳，將啲畫面一格一格咁慢鏡頭重播，攞住本簿仔狂抄。經過成個月唔食唔瞓嘅瘋狂研究，佢竟然用一對肉眼硬生生睇穿咗個號稱無懈可擊嘅電腦輪盤隨機程式漏洞。佢發現原來嗰18個方格嘅閃動規律並唔係真正嘅隨機，而係由5組固定嘅圖案路線不斷無限循環組合而成。更致命嘅係，佢計死咗第4格同埋第8格，無論點樣循環組合，都絕對永遠唔會出現紅色小惡魔 Whammy。
而且呢兩格出現嘅選項100%必定係高額獎金加一次額外機會，即係話第4格同第8格就係傳說中嘅神之方格，只要能夠準確咁將跑燈停喺呢兩格，就可以無限 loop 贏到電視台執笠為止。但係大佬，發現規律係一回事，要做到又係另一回事。要知道跑燈嘅跳動速度係1秒鐘跳4格，正常人就算知道要停喺邊度，對眼睇到，大腦下達指令，再到隻手撳落去，個反應時間根本就跟唔切，實會撳遲或者撳早。但係邁克爾日練夜練，將屋企當做訓練營，將自己練到肌肉記憶。喺台上面，佢每一次大叫，每一次落手都係經過精確計算，將0點幾秒嘅誤差縮到最少。佢甚至可以喺1秒鐘之內預判跑燈嘅軌跡，一擊必殺。電視台知道真相之後，真係吹佢唔脹，激到嘔血，因為邁克爾冇出老千，佢冇帶任何電子作弊工具，佢冇收買內部人員，佢只係用自己個腦同埋一對眼，堂堂正正咁打敗咗電視台個系統。電視台高層開會開咗幾日，無奈之下唯有乖乖咁將11萬美金嘅支票雙手奉上，但係事後就即刻將邁克爾列入終身黑名單，並且嗱聲使幾十萬美金揾電腦專家換過晒全部隨機系統。你以為邁克爾攞住呢筆巨款，從此就可以過住神仙般嘅富豪生活，晚晚開香檳？錯啦，大佬！天道輪迴，呢一筆橫財反而成為咗催命符，將佢推落咗萬劫不復嘅人間地獄。邁克爾攞住呢11萬美金巨款，風風光光咁返到俄亥俄州，佢將一半錢存入銀行，另一半錢就貪得意，全部換成1蚊1蚊嘅美金現鈔，用報紙包住，偷偷咁收埋喺屋企個地庫度。本來佢可以攞住呢筆錢買層樓，做個小生意，安安穩穩咁過下半世。但係輕易得嚟嘅財富，往往會放大人性最深處嘅貪婪同瘋狂。因為贏過一次大錢，邁克爾覺得自己係不可一世嘅賭神，覺得全世界嘅遊戲都有漏洞，完全睇唔起腳踏實地賺錢。同年11月，當地電台搞咗個尋寶抽獎活動，只要邊個手頭上有一張1美金鈔票，上面嘅出廠流水號碼同電台公佈嘅幸運號碼一模一樣，就可以贏得3萬美金。邁克爾收到風之後，竟然黐咗線咁將自己銀行所有嘅錢全部提走，兌換成幾萬張1美金鈔票，然後每日拉埋個老婆坐喺屋企地下，對住堆積如山嘅銀紙，一張一張咁對號碼，對到對眼都盲埋，日以繼夜咁揾，結果真係衰到貼地，一張都中唔到，白白嘥晒啲時間同心機。更衰嘅事接踵而嚟。佢放喺屋企地庫嗰5萬幾美金現金，喺佢同老婆出去參加聖誕派對嗰晚，竟然俾賊人爆格入屋，成個袋偷走，1毫子都冇剩，真係應驗咗老一輩嗰句說話：財不入急門，橫財更加係留唔住。受咗連番打擊，錢又冇咗一半。邁克爾嘅性格變得越嚟越偏激暴躁，成日怨天尤人。佢攞住剩低極少嘅錢去炒賣房地產，諗住搏一鋪翻身，結果眼光奇差，遇上暴跌，全部蝕到清光。老婆終於頂佢唔順，佢呢一種癲狂嘅性格，帶住啲仔女同佢離咗婚，留低佢孤家寡人一個。到咗90年代，邁克爾已經走投無路，為咗揾快錢，佢竟然行入歧途，搞起咗一個規模龐大嘅非法跨州彩票騙局，呃咗唔少投資者嘅錢。結果東窗事發，驚動咗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國稅局同埋證管會，三思會審出盡王氣，全美國通緝佢。曾經風光無限嘅電視大贏家，淪落到就好似坑渠老鼠咁，隱姓埋名，四處潛逃。連屋企人都唔知佢死咗去邊，直到1999年，警察終於喺佛羅里達州揾到佢嘅下落。不過當時嘅邁克爾已經唔需要再坐監，亦都唔需要再逃避，因為警察破門入去嗰陣，發現佢因為末期喉癌，已經孤獨痛苦咁死咗喺一間破爛嘅屋仔入面，終年得49歲。死嗰陣身邊一個親人都冇，窮到窿。各位街坊聽到呢度，大家有咩感想？一個窮光蛋，憑住自己嘅極致專注同埋異於常人嘅觀察力，打破咗電視台嘅不敗神話，
本來可以寫下一段勵志嘅美國夢傳奇，但係就因為贏得太易，令到佢對不勞而獲產生咗病態嘅執迷。偉哥成日都話，錢呢樣嘢如果唔係靠自己對手一分一毫流汗賺翻嚟，嗰啲橫財根本就唔係祝福，而係一種最惡毒嘅詛咒。電視台雖然輸咗10幾萬美金當破財擋災，但係邁克爾呢，佢就徹底輸咗自己嘅家庭、自由，甚至係條命。究竟佢係一個擊敗權貴資本嘅天才，定係一個被貪婪吞噬嘅可憐蟲？呢個答案留翻俾大家自己去參透啦。好啦，今晚嘅猛料就爆到呢度，真相往往令人心寒。支持偉哥講真話嘅熱推，唔該大大力撳落去。偉哥口水都乾，要飲杯茶潤下喉先。我哋下期再同大家講盡天下奇聞怪事，拜拜。